诗歌，一首好味嘅詩歌，真的是凡在耶穌基督裡面的人，真係凡喺耶穌基督裡面嘅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。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感謝主，感謝主，也謝謝牧師的正道，亦都多謝牧師嘅正道。下面是洗禮，下面係洗禮。在洗禮開始之前，喺洗禮開始之前呢，有獻詩，有獻詩，是秀清姐妹的外孫，請等一下 ，OK， 係嘛？阿青衣嘅外孫，還有一個很好的名字叫曾喜郎，佢有一個好好嘅名叫曾喜郎。他要獻的詩歌是奇異恩典，佢獻嘅詩歌係奇異恩典，然後是洗禮，之後就係洗禮，然後是由秀清姐妹的女兒來代替他做見證。之後咧就係由阿青衣第二個女咧幫佢代替佢嚟講見證。他也給我們帶來一首感恩的詩歌，亦都會帶嚟一首感恩嘅詩歌。好，下面請曾喜郎弟兄。好，請曾喜郎弟兄。非常好嘅詩歌，真係感恩 ，Amazing Grace。May God bless you。我哋用呢個耶穌。Thank you。我哋感謝上帝，係奉主嘅名，為何秀清姊妹舉行洗禮。我請秀清你起身，我哋請你請你回答我以下兩個問題。請問你係咪已經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嘅救主？係嗎？請問你係咪
明白洗禮嘅意義，願意跟隨耶穌作主門徒，加入教會，願意嗎？你要後邊啲人聽唔到你講，我要你講。我一齊為你祈禱。我請每一位都起立，請每一位都起立，我們來禱告。為着孝親，我們感恩。主啊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何秀清姊妹係你自己嘅聖靈感動，以致佢能夠回應接受耶穌基督成為個人嘅救主。今日佢又喺眾親友面前，喺教會，喺神面前嚟接受洗禮。主啊，我哋歸榮耀俾你，求主賜福俾佢，與佢同在，俾佢有力量，讓佢知道從今以後佢喺耶穌基督裏邊有份，喺神嘅光裏邊有份。神你嘅恩典，你嘅愛充滿佢，你與佢同在，賜福俾佢，一生成為你美好嘅見證。主啊，我哋知道水禮係你俾我哋一個聖禮。水唔在乎水多與水少，係在乎我哋嗰個記號，耶穌基督嘅寶血嚟到潔淨我哋。信主嘅人就有永生嘅憑據，信主你嘅人就成為神嘅兒女。主啊，你更加應許信靠耶穌嘅人，一切嘅罪都被赦免，為過去嘅一切都被放下，靠住耶穌基督重新開始與你同行。求主咁賜福與佢同在，聽我哋祈禱，奉主耶穌聖名。我哋仍然站立，我哋一齊承認我哋嘅信仰，好吧？我哋一齊嚟背《使徒信經》可唔可以打出嚟？好啦，我哋一齊讀。每一個基督徒，如果你信主，跟我一齊讀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，上帝的獨生子，因聖靈感孕，又同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於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放在陰間，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，將來必從那裏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我信聖而公之教會，我信聖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們。請坐。咁青衣，我哋準備為你洗禮之前，我哋仲要一齊唱一首歌。嗰首歌係每個基督徒一個立志，就係啦。可唔可以打出嚟嗰首歌？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。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。我哋一齊開聲唱。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。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。決定跟隨主耶穌，義無反顧，義無反顧。我已經，從無人願意，我仍要跟隨；從無人願意，我仍要跟隨；從無人願意，我仍要跟隨。永不倒退，永不倒退。仲有一節世界在背後，世界在前頭；世界在背後，世界在前頭；世界在背後，世界在前頭，永不回頭。我哋請秀清姊妹你往前嚟跪喺呢個櫃燈，喺弟兄姊妹面前嚟到接受洗禮。
今日就喺我哋秀清姊妹心中裏邊做感動，讓佢從今以後歸入主嘅名下，讓佢唔再懼怕，讓佢成為你嘅見證。求主藉住你嘅洗禮堅固佢嘅信心，將呢個水分別，讓佢真係靠住基督嚟到一生投靠你、信從你，你賜福俾佢一生不回頭，十字架成為榮耀嘅記號。感謝讚美主，奉主耶穌聖名。何秀清，我哋奉按住你嘅信心，我哋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為你施洗，願主保守看顧你一生，從今以後，耶和華嘅恩膏、能力、平安、喜樂充滿你。主耶穌，求你賜福俾我哋嘅姊妹，讓佢一生認定耶穌基督係佢嘅山寨，係佢嘅磐石，係佢唯一嘅救主。賜福俾佢，以致佢同佢嘅家人、女兒、孩子、孫兒，每一個都喺你嘅恩典當中成長。感謝讚美主，聽我哋祈禱，奉主耶穌聖名。阿門。鼓掌嚟到青衣，青衣，我哋有個禮物送俾你，恭喜你。多謝。我請師母嚟代表教會送呢個洗禮證書同埋鮮花俾青衣。我哋一齊鼓掌。求主幫助你，神賜福。請坐。好開心啊！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，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，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，你無反顧，你無反顧，眾僕人願意，我應要跟隨，眾僕人願意，我應要跟隨，眾僕人願意，我應要跟隨，永不後退，永不倒退。世界在背後，他在前頭，世界在背後，他在前頭，世界在背後，他在前頭，永不回頭，永不回頭。我哋做一個祈禱，我哋同念主禱文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糧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，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遠。阿門。好，以後我哋就請秀清姊妹分享佢嘅見證，但佢就女兒幫佢讀出嚟。若冰請若冰同埋青衣一齊都可以嚟到前邊。是有翻譯是吧？有翻譯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叫何秀清。我叫何秀清。我今年咧已經85歲啦，嚟自香港。
我今年已經85歲了，我來自香港。我自小咧喺中國咧就跟隨家族嘅民間信仰。我在中國就跟隨家族的信仰，喺屋企放神位、拜祖先、地主等等。在家中放神位、拜祖先、地主等等。所以當我去到香港有自己屋企嘅時候，所以我去到香港自己的有個家的時候，亦都保持咗呢個習慣，也保持了這個習慣。喺屋企裏邊放咗神位拜神，在家裡面放了神位拜神，為嘅咧係祈求保持一家平安健康，為的是祈求保守一家平安和健康。呢一種宗教信仰對我嚟講已經係根深蒂固嘅。這種的宗教信仰對我來講已經是根深蒂固的。1994年，1994年，我嚟到荷蘭，我來到荷蘭，為我嘅大女若蘭帶小朋友，為我的大女兒若蘭帶小孩子。嗰時人生路不熟，那時候人生路不熟，加上言語不通，我非常之嘅唔適應，我十分的不適應。我嘅生活圈子就剩翻我嘅孫仔孫女同埋我嘅女。我的生活圈子只剩下我的孫子孫女，還有我的女兒。而且當時我同若蘭嘅溝通亦都出現咗好多問題。而且當時我跟若蘭的溝通也出現了很多問題。我嗰時好唔開心，當時我很不開心，我揾唔到人傾訴，我找不到人傾訴，亦感受唔到我女若蘭嘅諒解同埋關懷。你感受不到我女兒若蘭的諒解和關懷。我心裏面好掙扎，我心裡面很掙扎，是去是留呢？是去還是留？我一方面唔捨得我一對嘅孫仔孫女，一方面我不捨得我一對的孫子孫女，亦都因為我女工作好忙，也都因為我女兒工作很忙，好想幫佢減輕下呢個家庭嘅負擔，非常的想幫她減輕下家庭的負擔。鬱悶嘅心情令我好多時候行過河邊，這樣的心情，憂悶的心情使我很多時候走到河邊，都有股想跳落去嘅衝動，都有一股想跳下去的衝動。諗翻起嚟，回想起來，原來神一直嘅看顧我，原來神一直的看顧我。嗰段日子雖然好難捱，這段日子雖然非常的難過，但係好似詩篇23篇講，但是好像詩篇23篇講，我雖然行過死蔭嘅幽谷，我雖然走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杖、你的竿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都安慰我。2007年，2007年，若蘭信咗主啦。若蘭信了主，相信神喺佢身上面動咗工，相信神在他身上動了工。佢慢慢開始學識關心我，他慢慢學會關心我，學識同我溝通，學會跟我溝通。本來佢係一個沉默寡言、面無表情嘅人。本來他是一個沉默寡言、面無表情的人，但自從信咗主之後，佢開始面帶笑容。但是自從信了主以後，他面帶笑容，人都開朗咗好多，人都開朗了很多，而且主動與人接觸，而且主動與人接觸。我相信佢信嘅呢個神係有力量嘅。我相信他所信的神是有力量的，因為靠住人嘅力量係唔可能做到嘅。因為靠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我本來對基督教十分反感，本來我對基督教是非常的反感，對去教會亦都非常抗拒，
對去教會也非常的抗拒。但係自己個女180度嘅改變，正係鐵一般嘅事實。但是自己的女兒180度的轉變，這是鐵的事實。咁又點解釋呢？這樣又怎樣解釋呢？唔係佢相信嘅上帝有大能嘅話，不是他所相信的上帝有大能的話，又係乜嘢呢？那又是什麼呢？後來我開始同我個女去讚美操，後來我跟我的女兒一起去參加了讚美操，去崇拜聚會，去參加崇拜聚會。我認識咗好多弟兄姊妹同朋友，我認識了很多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佢哋當中有關愛我嘅，他們當中有關愛我的，有向我傳福音嘅，也有向我傳福音的。我嘅生活開始擴大咗，我的生活開始擴大了，我嘅人生觀亦都開始改變，我的人生觀開始改變，我開始識得去原諒同包容，我開始知道要去原諒和關懷關心包容，學識咗感恩，學習到感恩。我同若蘭嘅關係亦都開始好返，我跟若蘭的關係慢慢好了，我嘅心靈裏面亦都感受咗一份從嚟都冇嘅平安同喜樂。我的心裡面也感受到一份從來沒有過的平安和喜樂。2008年，2008年，我開始一個人住喺一個單位裏面。我開始一個人住在一個獨居裡面。一個老人喺外國獨居，絕對唔容易。一個老人在外面獨居，絕對不容易。多年嚟大大小小嘅意外，多年來大大小小的意外。如果唔係有神嘅恩手托住，如果沒有神的恩手托住，相信我唔會活到而家。相信我不會活到今天。印象最深刻嘅係2018年，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，因為腸胃炎我喺屋企暈咗。因為腸胃炎我在家裡面暈了。嗰日我同若蘭出去食飯，那天我跟若蘭出去吃飯，平時佢都只係送到我喺屋企樓下嘅啫。平時他只送到我在樓下。嗰日佢就打算陪我耐啲。那天他打算陪我久一點，同我一齊上咗去，跟我一起上了樓。但返到屋企冇幾耐我就暈低咗。但回到家裡面沒有多久我就暈倒了，頭破血流。頭破血流。佢即刻叫咗救護車送我入咗醫院。他馬上叫了救護車送我進醫院。當係過咗探病嘅時間，當時已經過了探病的時間，若蘭離開咗，若蘭已經離開了。有一個護士帶咗一樽好似橙汁嘅嘢入到嚟病房。有一個護士帶了一瓶像橙汁一樣的東西進到病房，放喺床頭櫃，放在床頭櫃，同我講咗好多嘢，和我講了很多東西。但因為我唔識得荷蘭文，但我不懂荷蘭文，我唔知佢講乜，我不知道佢講什麼，我唔知道應該點做，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做，我就諗住唔理佢咯。那我就想不管他咯。但喺呢個時候，蔡牧師同埋蔡師母啱啱就嚟到探我。剛好這個時候，蔡牧師和蔡師母剛剛來看我。詳細咁解釋呢個正係照腸嘅程序，詳細地解釋了這個程序，必須要飲晒呢一啲嘅橙汁，必須要喝完這一瓶的橙汁，先至可以照腸，才可以做這個照腸。當時如果冇做到嘅話，呢個療程咧將會延遲。如果我當時沒有及時做的話，這個檢查會延遲。呢一件事我一直記喺心裏面，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裡面，感恩不盡，感恩不盡。我從抗拒到認識，我從抗拒到認識，懷疑到相信，
懷疑到相信，神都從來未離開過我，神都從來沒有離開過我，神一直喺我生命中耐性嘅等候。神一直在我生命中耐心的等候。我一生最怕聽到人批評，我一生最怕聽到人家批評，閒言閒語，閒言閒語，所以遲遲唔願意洗禮。所以遲遲不願意洗禮。但以賽亞書35章第4節，但以賽亞書3章15節，35章4節，話俾我聽，告訴我，上帝對膽怯的人說，上帝對膽怯的人說，你要剛強，你要剛強，不要懼怕，不要懼怕。看啊，看啊，你的神必拯救你們。你的神必拯救你們。神造就咗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我回轉。神造就了一個好好的機會讓我回轉。今次因為我病咗，這是我病了。我喺英國嘅女嚟咗好多次探我。我在英國的女兒來了很多次來看望我。佢係多年嘅基督徒，她是多年的基督徒，但係從來冇向我提過洗禮嘅事。但是還沒有向我提過洗禮的事情。喺上個月崇拜聚會嘅時候，我亦都剛剛嚟到荷蘭。在上個月崇拜聚會的時候，我也剛剛來到荷蘭。聚會之後，牧師、師母、弟兄姊妹都不停鼓勵佢洗禮。聚會以後，牧師、師母還有弟兄姐妹都鼓勵我洗禮。可能咧，我哋都受到佢哋感動，佢哋嘅關愛。可能我也是感受到他們的感動和關愛。返到屋企向媽媽提起洗禮，回到家裡面跟媽媽提要洗禮，咁咧佢就答應咗啦。然後他就答應了。我終於衝破咗多年嘅心裏面嘅捆綁。我終於衝破了多年心裡面的捆綁，願意受洗，願意受洗，歸主名下，歸主名下，願意踏出一步，願意踏出一步，用我剩餘嘅生命見證慈愛信實嘅天父，用我餘剩的生命見證慈愛的信實的天父，把榮耀歸於三一真神，把榮耀歸於三一真神。最後喺呢度，我要感謝蔡牧師同埋師母。在這裡，最後我要感謝蔡牧師和蔡師母、弟兄姊妹同埋我身邊所有朋友對我嘅關愛同埋幫助。弟兄姐妹和我身邊所有的朋友對我的關心和幫助。願上帝祝福大家。願上帝祝福大家。我哋而家會一齊唱一首歌嘅嚇。那我們現在來唱一首歡欣。歡欣。主的
主手曾為我獻心恩讚美。With a grateful heart,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. Give thanks because He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. 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.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. Give thanks because He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.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, I am strong. Let the poor say, I am rich,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. And now let the weak say, I am strong. Let the poor say, I am rich, because of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us. Give感谢神，感謝神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。一切榮耀都歸俾我哋主耶穌。以下来读本周的金句，接落嚟，我哋讀本週嘅金句。我们中文读2次。我哋用中文讀2次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，也要爱弟兄。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，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约翰一书4章19到21节。以下是歡迎的時間。接落嚟歡迎嘅時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們中間，如果你係第一次喺我哋當中嘅，請你起立，讓我們正式歡迎你。請你起立，讓我哋正式嚟歡迎下你。好，歡迎。一起來唱歡迎歌。唱歡迎歌。我們歡迎你，真歡迎你，在主裡真心歡迎。哈利路亞，我們歡迎你，真歡迎你，在主裡真心歡迎。感謝神，願神的愛與我們同在。感謝神，願神嘅愛與我哋同在。